才小嘴啊！什么话？明天是多多的生日，这钢琴嘛是送给那个狂热的音乐天才的生日礼物。哇塞，要10几万吧！弟弟，你那宝贝脑一摊上你，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哟！ 10几年了，比亲人还亲了。我总觉得你是为他活着的，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。那我是什么？你呀，是小嘟嘟的一个影子。能做一个人的影子，其实也挺幸福。幸福？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呀，随时心里头始终有个人，哪怕不经常在一起。哎呀，不要跟我摆 pose 啦！我觉得幸福啊，就是2朵花，2朵花，一是一田花，2是尽量花。唉，可是我现在啊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剪刀月底不管花。佳佳，你也拿这些模特儿出去？不拿他们出去，还拿你出去啊？牛大光。佳佳，这些货什么时候进的？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，现在的假明白啊，可占便宜。这样的钱，我宁可不赚。不赚？那我嘛就等着喝西北风了。佳佳。 起家慢慢来，付出汗水和艰辛，苦点累点不要紧，将它实地去当拼，君子爱财有道，一根筋时时刻刻拎得清，拎得清。 家伙，这个事没得商量，当然要商量了。一家呢，我3成股份，那与你一个人说了说。你。 结果这家一家落。
啊，你们俩都知道了？也是的，这种事情啊，摊在谁的腿上都会心烦。不过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拆迁也是难免的。什么？拆迁？啊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管委会通知都已经下来了，你们这家店呀，已列入拆迁范围。大妈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还有假的。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？你倒霉，我倒第一。哦，我倒不是故意透露这个消息的啊。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一江暖，一江暖，都是你弄来家伙，早来晦气。王怪我，现在好了，家伙也买不成了，连西北风啊都没得吃了。不行，一江暖一定要留在这条街。是的，轻巧，这么累，再找一个店面。这条街寸土寸金，店面哪有这么好找？我看我们真的要好好商量商量了。商量什么？我的三镇顾问推测，怎么说？我们要散户？我们先到街边去摆个地摊，先把这批假明白啊卖出去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！哎呦，点点，生意不成生意在，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对吧？当说我们是闺蜜，闺蜜，闺蜜两只乌龟很甜蜜。点点，不要哭这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啊，你说一声，说一声啊。是为了城市换新
听见我写的那首歌？轻轻的，轻轻，轻轻的，轻轻，我向你走近，微微一笑，仿佛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轻轻的，轻轻，我向你走近，微微一笑，仿佛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姑娘儿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坐在这里发呆做什么？大姐，你每天都在这条街上打扫？正是那种事，当了多年啦。每天就这么扫啊扫啊，不觉得无聊吗？哎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忙着人是工作就是做生活。哎呀，生活嘛，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，只要坚持就容易。每天天亮之前，把这条街美容一下，看上去啊，蛮舒服的。大姐，你真逗。哎，姑娘，听你口音不是杭州人吧？我是正宗的杭州人。正宗的外来妹。哎呀，我的普通话一点都不准，不准。我是在这条街上开服装店的。那就是我的服装店椅子。哦哟，老早就好牺牲它嘞！哎，多少铺啦！杭州、北京、襄阳、改造这种没有历史价值的破房子啊，早就好拆了。美丽西湖破烂的城市将彻底改变了。哎，让外国游客两周都翘起大拇指说“鼓得鼓得”。拆是拆了，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毕竟1年多了，生意越做越盛，这一次钱吗？这条街人气旺，生意好，连我这个亲戚公啊，都跟这条街有关系了。哎，姑娘，再找找看，说不定还有合适的店面呢。做女装就要留在这条街，哎，不要轻易放弃啊。哎，姑娘，不要轻易放弃啊。哎。就要留在这条街，不要轻易放弃。平凡的背影，平凡的心灵，平凡的绝望，竟是那样的动听。我怎能做从这的童话？一时失意就当过逃兵，我当过逃兵。错，这不是你的同伴，一时失意你不该当逃兵。留下吧，留下，从头再来一回心。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没有花不开的冰，从头再来过，爱拼才为赢。从头再来过，爱拼才为
个公车。你找到了什么？我找到了一个公车。啊，公车？笑什么？笑什么呀？你找到了公车，那你赶紧去呀！去呀！我做什么要去公车？你呀，你是2分温，肚子难受，上个公车就好啦。我啊，也不分温，还不难受，为什么要去？那你看到一个公车，怎么就激动万分？好像彩票中了5吧？那是一个废弃的公车，推到中间，不就是重新开张的一江南？这样怎么回事啊？不用，不用啊！可是那个地方一张一吹，将来谁来管过啊？啊，谁来管过啊？谁来管过啊？又脏又臭，说不定啊是风水宝地，没准啊是忘记摸底。我一定要留下来，我还有梦想。我要当上一家全新的宜江暖，我要唱上世纪的品牌，我要做最好的时装设计师。梦想，我要去追寻我的梦想。梦想万载，从头做起。永不言弃，贵在坚持，坚持。
啊，个天没切贴黑的，大夫没金智商，生红眼病啦。你才红眼病呢？哟，我红眼病，哎，大妈，大妈，哦哟，这个姑娘儿啊，是我的隔壁邻居，哎，做了人家的小三，我了不起死了。这个老弟儿啊，多好做一外公嘞。喏，在这条街上买衣裳，死都不死，穿都不穿，哎，眼睛啊，复制一下就买醉10几钱哎。这个配的呀，我估计啊，伊屋里啊都还开时装店嘞。哎呦，这神气死人！啊，气什么气？哎，气什么气？我看他空虚得很。喏，昨天开了一辆保时捷跑车，哎，今朝又开一辆拖拉机跑车呢。大妈，是法拉利跑车。哎呦，反正啊都是拉的。哎，你们啊不要学他的呀，要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啊，那才叫真本事。是流动的河，灯是飘舞的心，夜色美，人潮涌，一向背影不平停。来，点点，为你的江南重新开张，滚杯，滚杯。到现在，我还是不敢想象，你怎么把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像变媳妇一样，变成了一个店面？谢天，我包上包下，包前包后，把我累得半死。点点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，啊不是越来越嫉妒你了。好好的，怎么变得像林黛玉似的呀？资金不够，我把送给豆豆的钢琴钱买了。什么？点点，你这样做不妥吧？送出去的礼，花出去的水，你怎能花儿年花儿冷？十岁为岁岁为，哪怕背了一身罪，也不能擦了东墙往西墙背。
不想了，我觉得豆豆这个人啊，我是挺算计诚意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放啦，这3个月来你忙得昏天黑地，就让我照顾豆豆，把洗衣做饭拖地，把你光荣生活，还记得我？是啊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谢什么？谁让我们是闺蜜呢？闺蜜，两只乌龟很甜蜜。佳佳，你也应该考虑一个对象了，别老想着当杭州城里最后一个剩女。我也想早恋啊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想当初啊，我也是颗多情的种子，可惜下了场雨，淹死了。这不一晃啊，都奔3了。你呀，宁可高傲的发霉，也不卑微的恋爱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圣人曰：废物。你废物，你废物。废物！哎呦，你应该主动出击。主动出击？你看过《越界》吧？越界？那是我奶奶和外婆看的。老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时常看越界，都去看那个才子佳人私定终身花园啊，就是一见钟情啊。哦，怪不得我奶奶外婆啊这么喜欢看哎。那古代的佳人啊，见了才子，要么回头一望，眼波留在眼腮一笑，要么掉了水中的水泡。那个才子嘛，实算是要弯腰替他捡起来。所以那个家人接过水泡，掩着一笑，偏率离去，留的那个才子嘛，正在原地很相思。那古代的家人，分明就是勾引男人的高手。你看你连古人都不是，就这样勾引啊！小心哪一天啊，我把你们家再往黑的豆豆也勾走了。就算你有这心，也没这胆。来世啊，我一定要投胎做一个男人，算啊，娶一个像我这样的女生。真是个死脸狂！现在的我啊，就像趴在玻璃板上的一只苍蝇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就是找不到出路。哪像你呀，爱情绵绵，思念思忆。我啊，早见你腾出了一间店面。啊，你不是想自己开店吗？大概30多平方，半年内免租金。等你赚钱了要接我，店面都给你取好了，就叫家生意。点点啊，你不怕我抢了你的生意啊？我这人脑子里可是蛮有生意经的呢。怕什么？有竞争才有活力嘛。怎么说嘞？我也是老板。我也是个老板，老板，真正的老板。我也是个老板，老板，真正的老板。声声充满挑战，怕风浪波澜，急于稍纵即逝。
姐长，你不试试好不好生？好不好生？我自己知道。话可不能这样说。我们做服装这一行的，不仅仅指望能赚多少钱，如果顾客穿了好款，穿了合身，我们这心里呀，比求了蜂蜜还要甜腻。来，哇，你的皮肤真好。如果说在服饰的搭配上再下一点功夫，那就跟天仙一样了。哦，是吗？是我直言，你这一身打扮不太符合你的气质。我这样打扮不好吗？古人说，天水去雕塑，清水出芙蓉。你这一身太艳丽，这里推着红，昨夜风子当浮尘，何必这样的华贵雍容？这样吧，让我来帮你搭配一下。清晨星星红眼泪，晚上长空一月光，寒窗树过根月亮，一条沙在飘渺中。寒窗树过根月呀，一条沙在飘渺中，飘渺中。过去我想了几声钟，为表现良心来空。沉迷在翠的漩涡，越陷越深，越惶恐。今天我欲用于迷人的笑容灯却灯，心心酸，一身轻松，一身轻松，轻松。怎么样？这一身我满意吧？满意。姐长，这一身啊，无不就是句。不，这些我都要了。这些你都没试过，而且不太符合你穿。原先我想买这设计件，那是因为我想花钱；现在买这设计件，那是因为我要关心你。关心我，关心你让我开心啊！做生意嘛，总是赚钱第一位的。好，好。你江南深埋委婉，佳人意冷清寒霜。我见这是一股独语的声，忠诚的落得过与寡欢。年年他聪明与能干，
不知谁团讨江湖，情义不诉真心光。你没死吧？没有，站住！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没有，美玉，你装什么大肚子啊？想神睡气啊！你放屁！我放屁！走，去派出所，看你娃放不放得出屁来！我不去。哟呵，调根不错嘛！还好。不去派出所也可以，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微信转移了，会不会用字？语不语文化？确实没文化个苦。啊？去测试啊？是人走，给你300块，怎么样？奶奶的，这件更好穿。不穿，不穿。哎，是叫我怎么做？哎，我是好心，让你改些规则啦。知道。我不但上你的店，一生气，我一急气，确实没文化个苦。哎呀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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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你来，哎呀可，欢迎女人节，女人节，哎，去到马德克的噻。你们是来杭州旅游的吧？听说杭州是人间天堂，美的一塌糊涂。那西湖名胜都去过了吗？阿里马塞，西溪湿地去过了吧？ no， 听说这条女人街非常有名，我们一起来shopping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们讲讲杭州的美，再来装扮自己的美。断桥残雪花低头，平无秋月不及人。千峰后映山面，万龙归于最清曲。万龙
服装这一行的居然也有托儿？哪有这样子竞争的嘛？明目张胆抢生意，拐弯抹角费心机，有理苦读富不为，困起来身心各长一层皮，连做店面还会玩该收尾，免得富穷还你。怎能就此撕破脸？毕竟讨价也不易。是冰冻的时分，佳佳，过淋湿的夜弟弟呢晚，你的爹也打烊啦？就像流星刹那划过我们宵夜去。心宵夜啊？房灰不了暗的我最近深夜是寂寞的多吃一世点界，才有力气接地呀。一点点嘴巴熟悉真的不去了点点，你晚上到你们家多多宵夜去吧。多多多这书呆子啊，他是在的忧伤还清楚。我闭门早出3个月。们于是流浪这座夜嘛，城市，弟弟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。可我不喜欢做一个正菜的侄女。月光下被我现遗忘在在打另外一方，你忘了把早所点唱歌有的在钢厮守琴前承诺，谁都是弟弟，爱的民族没有我一直在这里啊。的把握，也别去想怎么了？我又没想想你蠢，想你胖，还是你不富裕嘛？我说过了，等你赚钱了再见喽。我觉得欠你太多了，我越是欠你吧，越是想吵你。为什么？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。那就别想了，嘴巴。哎，你不了，不好意思，有因为没有啊。不会吧？杭州城里最后一个少女，难道就要消失了？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嘛，说，快说。那好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他喜欢我做的红烧肉，他喜欢我熬的八宝粥，他喜欢像我这样顾家的女生。原来这就是幸福的感觉，哪怕幸福只露出一个线来，我也要把它拉出来，织成一件毛衣。莫非这谁是浪漫？心与心
我都不好意思抓你，你还好意思推你啊？这个人是个托儿，不是推儿，是推儿。推儿。走，派出所去。走。我不去。十几天见你娃娃不乱跳的，怎么这么几天功夫，肚子这么大了，就要生啦？你懂什么？这是试管婴儿，婴儿才膨胀。我是看你的欲望在膨胀。大妈，我是这条街上的火眼金睛，你能逃得过我啊？18，推几次了？得罪几次了？我是个最不称职的小腿，啊？小腿还有职称啊？一次也没推着。走。大妈，叫大伯都没有用嘞。大妈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管了。姐姐，大妈，小姑娘，你做什么不好，非要做这个？姐姐，我错了。同龄人有名配传世章我没有工作演得慌，一颗雄心难收更难藏。我也想当板凳，一模一样生不子这岁儿一生去变年轻人呐，你说我把你送进派出所，去关他10天8个月的，你又出来怎么做人？啥不把你送进去，就是忠于了你。那一天啊，你再生水就覆水难收了。我再也不管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不就是缺睫毛，何必去推啊？来，拿着。哎，婷婷，你这是在害人，知道吗？我怎么害人啊？上人不劳而获，就是大大的害人。我以前爱干嘛就干嘛。哦哟，你有钱你就了不起了你啊！做人家小三，还这样趾高气扬的出来显扬，你以为这件事关紧点啊？拿去啊！红叶饼，我红眼皮，你以为你真的了不起了你啊？哎，不说他几句，还以为自己在做自然工作呢。算了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你呀就省省心吧。好了，先说说这小姑娘怎么办？小姑娘，你愿意留在我的店里吗？留在你的店里是做小偷，还是去抓小偷呀？大妈，我的店里这么忙，也该找一个店员了。救了他一次，等于救了他一生。漫漫人生路，谁不走几步？想不到他年纪轻轻，倒有不识欣赏哎。做生意其实就是要做人。你对我3分好，我帮你7分情。一日7点亏那个也是佛，钞票要在千万不要没良心。好
找一个能说味道、金玉坊的店店。去了，真的嫁不了，嫁对一城镇。阿兰，来。不要跑了！我赔。阿兰，你去银行取款，去，快去啊！
这一巴掌，是让你知道怎么做人，怎么对待朋友。弟弟，这一巴掌干我死劲。陶家。我把你当成闺蜜，把心都掏给了你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是有眼无珠，看错了人。弟弟，你这，弟弟，滚！弟弟，滚！
多多，我现在很累，我快要疯了。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我需要你陪我。什么？粉碎？喂？喂？喂？轻轻地，轻轻，轻轻地，轻轻，我向你走近，微微一笑，仿佛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朴素迷离的月啊，
中洒一在雨中流连，在雨中流连，在雨中流连，在雨中流连。
你还理我做什么？其实你不必再理我了，我也没有资格跟你讲话。这一切是我咎由自取，玩火是非。爹爹，我今天来，只想再夸你一眼，只想真诚地对你说一句对不起。佳佳，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小人假明白，你就是不听。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的，我要跟你说几次，你才肯明白你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年纪比我小，大道理总是比我多一箩筐。可现在这个大道理，我已经懂得太晚了。今天你尽管好好教训我，因为你是一个成功者，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的人。成功与失败并不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做人要坦诚。说实话，听说你被工商部门辞亡而破产的消息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活该。仔细再想一想，你我是多年的好友，曾经无话不谈的闺蜜。闺蜜？怎么？难道不是吗？闺蜜，闺蜜，两只乌龟很甜蜜。佳佳，让我们抛开以往的恩恩怨怨，曾经的闺蜜，无论手，我要帮你渡过难关。不，你能原谅我，就是在帮我了。何况我是不可原谅的。佳佳，不要这样子说，放掉过去吧。有时候记忆比较早，而回忆又比较痛，所以失忆也是一种幸福。弟弟，发誓的父的歉意，永远沉着在记忆的空间，抚慰心灵的伤痛，一剂良药。
就要离开杭州，远赴巴黎深造服装设计。这1年的时间里，你来帮我打理这家店。点点，你还这么相信我啊？当然了，因为宜江暖的服饰是原创的，没有假名牌。你催我！好了好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借多多订购一台钢琴，到时候你去帮我送给他。是吗？点点，有一件事，我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叨叨的？当初店面拆迁，你从头再来，还把送给多多的钢琴寄卖了。当时实在是苦难之极。后来，我偷偷地将你卖掉的钢琴又买了回来，送给了多多。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多多太需要这台钢琴了。当时我也没什么钱，但为了一个男生的梦想，我可以省吃俭用，甚至不吃不喝，每天陪。佳佳，不要再说了。这钢琴是我无法抹去的情景，也是我一生的遗憾。佳佳，很多地方我都不是你，真的，我真正的祝你们幸福。点点，点总，点点，点总，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招聘广告，我想来应聘。丁丁，这怕我这渺小，供不起你呀。点总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不再是别人的。这些日子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靠青春子收得来的都是空中来的，只有实实在在当拼，才是生活的真谛。点总，你夸我行吗？行啊！谢谢你。来，向你介绍，这是陶经理，向陶经理报道。陶经理，我可以吗？欢迎。我就要离开杭州，这里的一切就拜托你们了。OK。其实，人生没有终点，每一步都是新的起点。走过的路，也许我们有缺点，但那都只是标点。也许我们有污点，不要让它成为短点，一点一点都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经典。姐姐妹妹们，动起来吧，让我们奔向梦想的高点。